Hello，大家好，我係 P18嘅 Miranda，歡迎大家嚟到 P18嘅醫學專訪。我今日咧好榮幸咧邀請到咧腫瘤科林嘉安醫生咧上嚟接受我嘅訪問。林醫生咧喺胃癌嘅治療上面咧經驗咧非常豐富喎，所以希望今日咧有機會訪問佢咧，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下關於胃癌嘅早期病徵啦，有冇最新嘅治療方案啦，同埋咧究竟幾時咧揾腫瘤科醫生咧係最適合。咁希望咧透過今日嘅訪問，大家咧都可以咧解開心中嘅疑團。咁如果咧病人咧一旦確診之後啦，相信咧佢面對壓力都唔少喎。咁咧社會上咧有冇啲乜嘢嘅機構咧可以協助病人啦同埋屋企人咧可以得到支援嘅？嗱，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幾幸福嘅社會嘅，即係對癌症病人嘅支援同關懷其實都好多。咁首先我哋要睇下政府其實公立醫院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嘅組織啦。咁其實坊間咧亦都有好多我哋叫慈善團體啊，或者一啲 NGO 嘅組織可以幫手，譬如話癌症教育啊，或者一啲藥物資助計劃。咁其中我哋比較熟悉嘅咧，就係服務咗香港超過60年嘅香港防癌會。咁防癌會咧，其實頭先我哋講過一啲癌症教育，包括講座啦，包括印啲小冊子俾啲病人知多啲啦。其實仲有其他服務，譬如一啲住院服務，即係喺黃竹坑嗰度有個好好嘅地方，咁佢會幫助唔同階段嘅癌症病人。我哋唔止淨係服務話末期嘅癌症病人要住院照顧，甚至一啲康復者啊，一啲可能喺癌症道路上照顧有困難嘅病人，其實都可以申請入住我哋防癌會。咁其他咧就一啲藥物贈醫或者資助嘅計劃，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好多新藥啊，或者甚至一啲比較貴嘅藥，同埋好多病人其實患病嘅時候你好難工作㗎嘛，經濟一定有啲困難。咁我哋防癌會一個即係比較為人所認知嘅咧，就係何鴻超藥物資助計劃。咁佢一啲唔同嘅藥物都有唔同額度嘅資助。咁呢啲唔同方法都可以幫到好多嘅病人同埋病人嘅照顧者。另外就係除咗你話實際上金錢上啊、醫學上嘅資助咧，好多時候就係心靈上嘅支持。咁所以防癌會都有同賽馬會咧一個攜手同行嘅計劃，會為啲病人同埋病人嘅照顧者提供1對1嘅全方位照顧。咁呢啲諮詢服務通常就係護士啦，或者一啲我哋社工啊嘅幫助。咁最緊要咧，其實就費用全面。咁如果病人其實係要好識得去揾唔同嘅資源去幫自己，咁我哋防癌會或者其他好多嘅唔同嘅慈善機構都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嘅。嗯。今日好多謝晒咧林嘉安醫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胃癌嘅早期病徵啦，同埋一啲最新嘅治療方案。咁咧希望大家咧對胃癌咧都更加有深入嘅認識。大家記住咯，要有健康嘅生活啦，咁咧就可以咧避免咧有呢啲風險出現。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都歡迎咧可以喺以下留言啦，同埋 like and share 俾朋友。如果大家想更加留意咧我哋嘅健康資訊咧，記得 follow 我哋 P18嘅醫學專訪頻道啦。下次再見，拜拜。拜拜。